各位朋友，今日咧就同大家擺一下斗門嘅樓市實況啦，真係顛簸起伏啊！而家斗門啦就主力發展兩大個片區嘅，一個咧就湖新新城啦，仲有一個就係尖峰南啦。湖新新城就好似一張白紙一樣，路闊樓新嘅，好多品牌嘅開發商集隊。咁尖峰南咧就號稱西區嘅新香洲，規劃正，環境靚，配套又成熟啦，加上香海大橋一通車，真係出市區快咗好多噶，自住真係又方便又舒服啊！買呢度啦，大多數都係珠海本地嘅剛需，西區嘅上班族啦，同埋你想平平地上車嘅外地朋友，亦都有部分嘅港澳客噶，買嚟呢度養老啦，同埋度假噶。講真，斗門一向都係珠海剛需嘅主場，亦都係庫存最多嘅片區啦。咁城區咧有過萬套嘅新房，最高峰期嗰陣咧，湖新新城真係賣過2萬蚊一方噶，尖峰南都接近2萬蚊噶。咁而家網簽單價啦，落到去12000左右，仲有唔少嘅7-8千就有交易啦，仲有管理費啦，同埋車位送添啊，真係非常之抵啊！總括嚟講，斗門嘅樓價都係好親民噶，規劃咧又陸續落地啦。如果預算有限又想喺珠海安家嘅朋友，呢度真係你唔錯嘅選擇嚟噶。不過想投資就要諗清楚啦，有咩想了解嘅即刻聯絡我啦。